喺全國55個少數民族當中呢，有一個係發源於廣東嘅古老民族，佢就係畲族啦。今晚嘅廣東少數民族鄉巡禮系列報導咧，就由黃偉浩帶大家去到河源市東源縣嘅張溪畲族鄉，體驗下獨特嘅畲族風情啊！位於張溪畲族鄉嘅廣東畲族宮，全景式展示咗畲族嘅發源、遷徙歷史、文化習俗等等。張溪鄉位於河源東源縣北部，係廣東省畲族人口主要聚居地。畲族人口大約7000人，約佔全鄉總人口嘅34%，主要係姓藍嘅為主。畲族發源於廣東潮州嘅鳳凰山，先輩喺明朝嘅時候遷徙到張溪鄉。而家各種生活習慣，包括語言，同本地嘅客家人早就高度融合。我們畲族呢是一個遷徙的民族，歷史由來呢，從鳳凰山到這裡呢，已經有500多年歷史了。最大的一個特點呢，就是我們嘅4月初9，農曆4月初9有個盛大的節日，每年都有南大將軍出巡節。張溪鄉山地平均海拔大約230米，喺高張山上有黃龍岩畲族風情旅遊區。黃龍岩溶洞深60米，洞內面積大約3900平方米。而幽深奇險，而素有地下龍宮之稱，係體驗畲族風情嘅最佳窗口。來到我們黃龍岩景區呢，就能夠體驗到我們美麗的地下龍宮、喀斯特地貌溶洞，以及高山生態的一些體驗項目。還有呢，能夠看到我們從遠古的荒淫裊裊傳唱至今的畲族文化。廣東台記者黃偉浩，河源東源報道。